我操！我穿越了！我这是在哪儿啊？我不是在看三国小说吗？阴阳，喂！主公，上马！哦，来人，射杀领养者，上石阶！美女，虽然我不认识，但他们快追上了，你快跑啊！快呀！江都县县令林阳在此，速开城门！转！林阳，你个缩头乌龟，我看你能躲到几时？等我围攻江都县，把你饿成干尸！多谢女侠救命之恩。老爷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我是青鸟，你的贴身护卫。啊？那我是……您是江都县县令林阳林大人。老爷，你是不是刚才看坏脑子了？叛军围城月余，断了两党，如今城里已清。守城的将士们也断粮足足10日，快要撑不住了。王主簿为了活命，把你迷晕扔到了战场上。要不是我营救及时，你已经是个死人。穿越成县令，结果却饿殍遍野，军队随时可能哗变，这是什么天蒙开局啊？不对，你刚刚说是谁将我扔往战场的？您的副手王文贤，王主簿。吃里扒外的狗东西！走，跟我去县衙找他算账。可是老爷，这守城的将士们该怎么办啊？攘外必先安内，不将这颗老鼠屎给弄死，他会搅得这满锅腥。恭喜大人，请坐，请坐。下官代表几位同僚，恭贺大人升任县令。恭喜大人。以后啊，还得靠大人多多提携。放心，放心。这是，梨雨杯面，严谨做法，鱼头朝着您。对，朝着您呢。哎，大灾之年，这过分了啊！大人哪里的话呀？这灾都是林阳招过来的，林阳已经被叛军杀死了。大人一上任，哪儿还有灾年？对，这小子嘴学甜了，这话我也听。这我心里就慌啊，该不会这林阳没死吧？哎，战场之上，刀剑无眼，哪怕林阳有9条命，也不够死的。宋文昌要的是林阳的命，他不愿意去死，我就迷晕了送他去死。我就不信林阳他死不成。哟，林阳，大人，您回来了，至于？哎，至于？吃你妈鱼！呀，林阳，你太过分了，这是上好的鱼肉啊！大人，息怒啊！外面一子而食，你们却在这里大鱼大肉！你们这些鱼肉乡里的贪官恶官，将你们千刀万剐了都不够！青鸟，把他们给我押入大牢，明日阵前问斩，以定军心。是。报，林大人，将军让我传话，今日太阳落山之前，若是再见不到1粒粮，他就要开城投降了。投降？你们作为当兵的，怎能说出这样的丧气话？你以为我们想投降吗？
大人，你去看看吧，弟兄们已经无粮可吃了，他们连系盔甲的牛皮绳都吃光了。要不是无路可走，我们又怎会投降啊？你去告诉李将军，粮食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林大人，你就别给将士们画大饼了。城内粮仓已空，城外粮道已断，你还演吗？林大人，王主簿说的是真的吗？粮食我肯定有，不会饿着你们的。你说粮食有，好啊，你打开粮仓给他看一看，看到底有粮没粮。等我干嘛？等我就有粮食啊！哼，还怪我把你迷晕了，扔到城外送死。我那是体恤浴血奋战的将士们，以及可怜城中的百姓。你可怜，你怎么不自己去死？凭什么伤害我家老爷？那是因为宋文昌要的是他的命，不是我的命。如果要我的命没关系啊，我可以送死，但是我死了救不了江都的百姓啊！哎，只有林阳死，才可以救江都于水火。你现在就宰了你！别太过分啊！大人，饶命啊！躲啊！继续躲呀！林大人，您这别伤我，别伤我，我这开玩笑的，我向你开玩笑！大人，还有1个时辰，太阳就下山了。我接下来还有事，等我回来再收拾你。哼！就剩1个时辰了，我上哪弄粮食去？恭喜宿主成功绑定声望系统，消耗声望可兑换任意商品，商店可兑换白粥榨菜。系统，你就这么出现在我面前，不怕被他们看到呀？系统面板只有宿主能看到，别人看不见。青娘，你看这是什么？老爷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玩呢？这哪有什么东西啊？看来是真看不见。兑换，有了白粥榨菜，我在古代还不横着走？哼！宿主声望不足，无法兑换。我靠！我堂堂一父母官，连1个信服的人都没有吗？老爷你说对了，江都县恶殍遍野，军心涣散，您的确是不得民心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老爷我不爱听。想换白粥榨菜就得要100声望，可眼下唯一能快速积攒声望的办法，就是给士兵发粮。我哪有粮放啊？有办法了！青娘，这后院还有多少猪食啊？老爷，你又要干什么？你甭管我要干什么，我问你，后院还有多少猪食？够不够士兵们吃上3天的？够。老爷，你是要给士兵们吃猪食？你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吗？哎呀，这吃都吃不饱了，你还管吃什么？走，跟老爷我放粮去。老爷，林阳给士兵们吃猪食，简直找死！战场上你死不了，这次必死无疑。快把他送下去！将军，开城门降了吧？不行，说好的太阳下山，时间未到，绝不能开。将军，你为林阳卖命，林阳考虑过我们吗？兄弟们死的死，伤的伤，就连口饭都吃不上。妈的狗官，吃香的喝辣的，就不管我们死活。如果林阳真是这样，我便亲手砍了他的脑袋。开饭了！开饭了！林大人，说好的军粮呢？老爷，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麒麟的，我们拼死守城，你就给我们吃猪食啊！狗官，你自己吃香的喝辣的，拿猪食来糊弄我们？哎，青娘，把钱放下。可是放下！姓林的，
你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恨我，我理解。倘若换作是我也恨不得砍了这没用的县令。可投降之后呢？那些战死的弟兄，还有饿死的百姓，他们可都白死了。若死我林阳一人，能换这全城百姓活，我林阳愿意死。可你们扪心自问，宋文昌会放过你们吗？他能放过这城中百姓吗？你们都说我林阳吃香喝辣啊，这就是你们所说的吃香的喝辣的。诸位弟兄，我们没有粮了，哪怕1粒米都没有。我找遍了全城，只找到了这缸糟糠和烂菜熬的猪食。你们都是我林阳的兵，是我林阳的子民，你们吃的苦，便是我林阳吃的苦，你们的命，便是我林阳的命。今日，我在此立誓，我与诸位同锅同食，同甘共苦。林大人真的吃猪食了？林大人没骗我们。对呀，是与我同仇抗敌，还是砍了我的脑袋，献城投降？李将军，你选哪条路？你还算有点血性。不过，倘若一直没有粮，任凭你说的话再好听，我们也不会再信你。兄弟们，吃东西！宿主稳定军心，声望+1，+1，+1，+1。按照这个速度，明天就能攒够100声望，兑换白粥。诸位弟兄们，今日委屈大家吃着猪食应付，明日我定让大家吃饱吃好。照这速度，到明天早上，我就能兑换白粥和榨菜了。眼下粮食问题解决了，可这该如何退敌呀？这城内的士兵满打满算不足100人，城外可是有着3000守军，怎么想都是输啊！我怎么就这么难呀？青鸟，你带着被褥干什么？老爷，明天那关你肯定过不了，但林家不能断后，我只能委屈下自己，给你留个后啦。青鸟，你就这么看不起你家老爷？青鸟，你放心，明日你家老爷一定积蓄粮草。妈的，没想到让林阳这小子活着回来了。哼，不过就算稳住军心又如何？只要我给宋文昌禀报城内实情，到时候里应外合，你必死无疑。将军，江都县主簿王文贤求见，说是有要事禀报。让他进来。进来。小人王文贤见过将军，可是林阳来让你求饶的？非也，小人是偷偷从城里跑出来，特意给将军通风报信的。哦，你和林阳有仇？那个废物处处不如我，却压我一头，我不服他。那你说说，江都县还有多少存粮
还有多少守军？回禀将军，守城的士兵已经不足100人，粮仓已经空了，守城的士兵已经饿了10天了。林阳只能用猪食给他们续命，就连猪食都不够吃3天的。原来江都县早已透支。传令下去，明日攻城。哎，将军且慢，小人有一个不费一兵一卒就能拿下江都城的法子。哦，说来听听。林阳与士兵约定明天放粮，但是粮仓已经空了呀，绝对放不出粮食的。到那个时候，小人趁机扰乱军心，挑起哗变，让士兵直接拿下林阳。魏将军，开城协行。你怕是有什么条件吧？小人不敢，不过小人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还望将军能够满足。说来听听。事成之后，江都城归您，小人就做一个小小的县令。事成之后，我说县令，让你当郡守又如何？哎呀，叩谢将军恩情。不过你且记住，攻城之后，我只等你半个时辰，时辰一到，我定擂鼓进攻。将军放心，臣定不辱使命。系统，声望100。这下我终于可以兑换白粥了，给我兑换。宿主兑换白粥成功。这下好了。青鸟，青鸟，老爷，快到时间了，您有粮了吗？哎，你别急嘛。老爷，不会又是猪食吧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兄弟们，开饭了！锦麟呐，弟兄们拼死守城，你还给我们吃猪食？昨天怎么答应我们的？反了他，反了林阳！我们要开城投降！弟兄们，你们何至于此啊？林阳，你以为装模作样的吃一口猪食就能把大家哄住吗？你休想！王主播，你个狗东西！我不找你算账就算了，你居然还敢自己送上门来！我作为主播，本来是要过来慰问一下将士，没想到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吃的竟然是这种东西，龟缩在城里，用猪食吊着大家一口气，实际上是想让大家替他挡宋将军的刀啊！你胡说！我老爷要是怕死，早就弃城而逃了，又岂会守到现在？逃？他往哪里逃啊？宋文昌早就把江都县围得水泄不通，他哪儿都逃不了。将士们，咱们为这样的人去卖命，值得吗？你们不觉得亏吗？咱们降了吧！你们即使不为自己考虑，也要为家中的妻儿老小想一想。难道你们要让家里人就这么白白的跟着林阳去陪葬吗？哎呀，王文贤啊，我真是没看出来，你还长着一张颠倒黑白的尖牙利嘴。我说的是句句属实，句句扎心，是不是扎到你心窝子了？本官说话岂能轮到你插嘴？青鸟，掌嘴！你说我林阳无能，你说这是猪食，糟践人的玩意儿，但在我心里，这是我们江都县的希望，是凝聚军心的宝藏。你这个鱼肉百姓的狗官，有什么资格站在这里污蔑我与守城将士们共患难的真心？你这个猪狗不熟的东西，扰乱军心的狗贼！今日我必杀之！你杀了我，你证明你心虚。你说再多有什么用啊？将士们要的是粮食，不是你在那里打鸡血。你不是说今天让将士们吃到饱吗？粮食呢？粮食呢？啊！我们要吃饭，
不是吃这些猪食。没错。老爷，我就说了吧，这样早晚会出事的。李刚将军，机会交给你，是开城谢降求活路，还是跟着这个窝囊废去陪葬？您自己决定。老爷，林大人，我不想做一个降将，但是你必须给我一个死守到底的理由。今天你要么交出军粮，要么把人头留下。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谁说我没粮？倘若我这缸里装满了能让将士们吃到饱的白粥，你还降不降？林阳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还挣扎什么？江都县上下没有一粒米，你拿什么熬粥啊？我问的是你吗？李将军。李将军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想什么呀？这个林阳就是骗人的。你要不信，我现在就跟他生死对赌。哦，赌命？没错，就是赌命。你这缸里要是有白粥，不用你动手，我把自己脑袋砍下来给你。可这里面要是没有粥，我要你人头落地。好啊，我跟你赌。大人，李将军，你意下如何？说这缸中真有白粥，我李刚这条命任你驱使。磨磨唧唧，你开不开？你不开，我来开。哼，看到了没？这缸里根本就他娘的没有白粥。哼，林阳，领死吧！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缸里真有粥啊！这怎么可能？哪来的白粥？林大人，你给我喝上一口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别急，白粥呀，每个人都有，而且从今天起，这白粥够。香，太香了！林大人，给我也来一碗吧。老爷，你哪来的粮食啊？来来来，大家都排好队，人人有份啊！而且这粥管饱。快！这绝对是那些世家大族才吃得起的精米啊！林大人真舍得给我们熬粥吃啊！要是天天都能吃这些，死也值了。声望加10，声望加10，声望加10。让士兵们吃饱，他们就死心塌地的跟着我。林大人，末将有眼无珠，误会了大人，以下犯上，还请林大人治罪。哎呀，你守城心切，本官理解。以后这守城的重任还要劳烦你啊，戴罪立功吧。多谢大人。李刚臣服，声望加100。抓住！快放开我！我是宋将军的使者，就你别拉我！林大人，王文贤扰乱军心，罪不可恕，请问该怎么处置？凌迟处死。是。宋将军集结大军已经攻城了，你有白粥又有薄，这次你死定了！弟兄们，守住城池，今晚加餐榨菜。将军，只带100人攻城，会不会太冒险了？怕什么？城内都是些残兵败将。将士们，江都县守军不足100人，粮仓早就空了。守城的士兵已经饿了10日，昨日更是只有猪食吃。面对这些残兵败将，
有没有信心攻下城池？有。好，听我号令，杀！将军，城门开了。没想到王文贤真的成功了。将士们，江都县开门投降，咱们胜了！胜了！兄弟们，为了白粥榨菜，杀！兄弟们，主公说了，杀一个1碗白粥，杀2个白粥管够，杀！不是我的，谁也不要跟我抢！将军，他们不是饿了10日吗？怎么这么有劲儿？快跑啊！不许撤！不许撤！将军，大营到此地还有些距离，来不及驰援，撤吧！妈的，王文贤这个骗子！撤！回师继续围城！撤了！撤了！老爷，我明了，我明了，只是顶住了这一波而已，而且守军只剩下不足40人了。宿主供货200声望，商店升级。1级商店都白粥榨菜管够，2级商店没准就有破敌之。大人，我还是没明白，你到底从哪儿弄来那么多粮食啊？哎，本大人乏了，你先退下吧。啊，大人，大人，系统，商城里出现新的商品：泡面、火腿肠、卤蛋，每个2声望。这白粥跟榨菜都让这群士兵死心塌地，那有着泡面3件套，他们不得跟着我造反呀？哼哼，不对，这眼下粮食的问题虽然已经解决了，可这城外还有3000叛军呢。这次虽然击退一波进攻，可守城的将士不足40人，这40打3000，这怎么想都没胜算呢。现在最棘手的问题是兵力不足，可这城内全都是老弱病残，我上哪儿去找兵啊？为什么我开局这么难呀？大人，外面有人求见，说是有破敌之策。真是瞌睡来了送枕头。快，请他们进来。参见县令大人。先生，免礼。快请坐。金牛，快去给先生开茶。是。林大人，不急。若在下无法解决城中的燃眉之急，这茶也不用喝。这先生如此自信，定有大才。好，先生，请讲。敢问林大人，这城中的世家大族都已尽数逃走，是否属实？正是如此呀！若非那些贪生怕死之徒弃城而逃，我江都县又怎么会落得如此窘境？这些世家大族向来都有囤粮的习惯，在仓皇逃难之际，囤粮不可能尽数带走。大人不妨抄其家，夺其粮，以解城中的燃眉之急。抄家抢粮？哼！还以为他能提出什么退敌之策，原来是解决粮食。我有系统在手，粮食管够，哪用得着你？大人不用觉得不妥，这世家大族弃城而逃已是不仁。大人若是在意自己的名声，大可以对外宣称是这些叛军入城，抄了这些世家大族的家，与大人无关。好家伙，这人比我还多啊！不知先生是何名讳啊？
草民程昱，字仲德。程昱，乱世第一毒士。俗话说损阴德不损仲德，说的就是这个主儿。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把他留住，不然落到别人手里当谋士，可有我受。先生真是妙计啊，顿时让林某茅塞顿开。然我这城中事务繁多，日后还需要先生为我多出谋划策，不知先生可有去处？若无去处，可以在我这里暂且先住下。这行吧，帮人帮到底，在解决这叛军入围之前，在下都不会走的。青鸟，快带二位先生去客房休息。是。虽说这个计策没用，但程昱这个人日后有大用，我得想点办法留下他才行。先生，这县令人态度倒是不错，给咱们安排的是上好的客房。我要的不是这些身外之物，而是一个聪明的主君。若是这林阳听不进我的谏言，那留在这儿也是无用。你且去打听打听，看这县令是否查抄了事情。是，先生。先生，那县令根本没听您的，送咱们走之后，他就呼呼睡大觉去了。什么？江都县也是油尽灯枯，查抄世家是唯一的出路。没有粮食，守城的将士必然哗变。这江都县被破者是迟早的事。真是块朽木，不可雕也。先生，那咱们怎么办？你去找2身破布衣裳，明日一早我们就离开。先生，已经收拾好了，可以走了。程先生，我家老爷有请。我这江都县寒酸可有待你用？不然先生怎么刚来就要走呢？不好，昨天我已暴露才智，林阳不用，定是要今日杀我灭口。过会一邀，林大人，要杀要剐，直接来吧。先生过虑了，这叛军围城，我正要去城门口放粮，想要先生与我同行，给我指点一二而已。当真如此？江都县已无余粮，大人，您又没有抄家事情，如何放粮？先生，你随我来便是。开饭了！就算有粮，也定是白水煮菜。为何这些将士这么听话，没有丝毫怨言？这怎么可能？城中缺粮，哪里来的这么多精米熬粥？哎呀，先生，这城中寒酸，若不嫌弃，可以一起吃点。寒酸？你可知这精米精盐在乱世之中价值千金？你管这叫寒酸？哎呀，一日三餐，顿顿如此啊！顿顿如此。敢问这位将士，这白粥馒头真是顿顿都有？顿顿都能吃得饱。林大人，您真是让程某刮目相看啊！是程某狭隘。每天都是这白粥，还有这馒头，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今天诸位将士们开个荤。这是肉，这是给我们吃的。当然是给你们吃的了，来尝尝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这是肉，
将军，林大人给我们吃肉了，给我一份，给我一份。大家不要急，排好队，一个一个来啊！这肉蛋肠啊，每个人都有。大人，您对我们真是太好了，这又是肉肠又是蛋的，我过年都没吃过这么好的一顿啊！林大人，昨天精米精盐尚且好说，可今天又是肉肠又是卤蛋，您还说不是让我们拼命？林大人这么慷慨，为了这口吃食，拼了命也值。说的对，不就是一条命吗？我生下来都没吃过这么好的一顿。林大人，我这以后我跟着您干了。大人威武！大人威武！大人威武！好，林大人，请您放心，我们这些兄弟就算是拼了命，也不会让叛军入城。原来是想让这些将士们出城拼命啊！怪不得舍得拿着肉蛋来当军粮。哎，你们都误会了，我是体恤将士们苦寒，特意给将士们加餐的。从今天开始，135白粥和馒头，246面蛋肠，我够。林大人，这你说的是真的？我林阳说到做到。林大人，您便是小民虎寻的明主啊！收服谋士程昱，声望加300。这次这都围城半个月了，江都县早就没有粮食了，这林阳怎么还有如此强的战斗力？难道江都县还有粮食？这将军，咱们就算省点吃，也只够3日了。若是还拿不下江都县，咱们反倒先扛不住了。林下去，混在灾民中的刺客该行动。淑贤，吃没吃香？我平日里就这么教你的。先生，您吃的比我还快呢。大人，此物圆润饱满，色泽晦暗，这大人，此物似笔非笔，似剑非剑，这……大人，草民不是这个意思。这城中的粮草管够。大人，咱们到底还有多少余粮？我的粮草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，说出来不得吓死你？粮食的问题，先生就不用担心了。只是目前这叛军围城，若是他们鱼死网破，以目前的兵力，怕是很难抵挡得住啊。大人，谁说兵力不足？城中灾民都是你的兵力。狗哥，这都几天了，再不动手，真的要饿死了。催什么催？总将军说了，没接到消息，不许大嫂进蛇。哥，信来了，可以动手了。他妈的，终于跟过这么苦的日子了。杀了林阳那个狗县令，咱们再和宋将军里应外合，夺了这江都县。林阳县令，哥是林阳，有点事，清楚那狗县令。乡亲们呐，叛军围城，害得我江都县是民不聊生。今天我给大家发福利啊！白粥。从今往后，我江都县的百姓每人每天可以领1碗白粥。哥是白粥，哥，咱们用不用先吃了再动手？瞧你们那点出息！这宋将军不是也给过咱们白粥吃吗？杀了那林阳，宋将军论功行赏，这白粥咱们想喝多少就有多少。还有，
哎呦，这是我江都县参军的用餐标准：卤蛋、肉肠。只要你们谁肯参军，这些东西管够。哥，这童军能吃肉吃到饱。哥，要不咱们叛变吧？哥，傻瓜，这江都县的粮草早就吃光了，他哪来这么多粮食让你们吃饱？再说了，等我们杀了林阳，再配合宋将军拿下这支城池，咱们也有肉吃。狗哥，那可是肉啊！宋将军都没吃过，他怎么可能赏给咱们呀？闭嘴！再说叛变的话，老子现在立马杀了你们！林大人，我举报，我们这儿出现了一个奸细，就是他！就他！他是潘营头子孙伟强派来的杀手，为的就是杀您的！林大人，他们两个说他是奸细，老实点。你们两个怎么知道他是奸细的呀？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呀？况且情况我也清楚，你们都是被逼无奈，讨口饭吃罢了。只要你们改过自新，追随于我，这肉肠以后我够。我们愿誓死效忠林大人。折服叛军2人，声望加100。他们两个都降了，你呢？别费口舌了，要杀要剐，悉随尊便。瞧，还是个硬骨头，那我就看你能硬到什么时候。这样吧，再给你1晚上的时间考虑，明天早上再来问你。走。哼，林阳，你今天不杀了我，你会后悔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们要揍你！狗贼，林大人给你吃的，你还做奸细，看我们不打死你个白眼狼！要是因为你害得我们吃不上白粥，我们非打死你不可！林老爷好。你好，你好。老爷，我来给您更衣。去吧去吧。灾民们给孙狗做了这么久的思想工作，我得去看看。林大人，您终于来了。罪人孙狗见过林大人。这是怎么了呀？昨儿个不好好的。嗨，这昨夜上茅房不小心磕了。以后可得小心点啊。想了一晚上，想通了吗？是想还是想？林大人，我真的想了。林大人对我如此深，我全将仇报。林大人，我简直猪狗不如啊！从今天开始，我孙狗这条命就是大人您的了。折服叛军孙狗，声望加300。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来人，加餐。来了。孙狗，林某我有一件事情想请你帮忙，不知赴汤蹈火呀！林大人，你附耳过来。今晚你去把王文贤给我叫。林大人，你放心，这事儿包我身上了。将军，孙狗发来的密信。林长已死，希望举火为信，破门夺城。将军，信号来了，兄弟们，跟我杀进去！杀！将军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何如此安静？这还用问？定是那林阳狗官已死，江都县群龙无首，守城的士兵弃城而逃了。将军真是有勇有谋，不费一兵一卒就夺下一城。林阳啊林阳，你这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，还想跟我斗，简直痴人说梦！将士们，今晚我就以江都县为跳板，谋划天下，称王称帝。
宋文昌，人心不足蛇吞象。林阳，你没死。林大人英明神武，他怎么会死？孙狗，你背叛我！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配？我这是弃暗投明，誓死效忠林大人。哼，林阳，别以为你赢了，就你这点兵力，根本困不住我。兄弟们，跟我一起杀出去！放箭！快退！我们中埋伏了！兄弟们，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。林大人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了泡面、肉肠和卤蛋，就等我们凯旋而归。为了肉肠和卤蛋，肉肠和卤蛋都是我的，谁都别想和我抢！不是说江东县缺粮吗？再回公司用吗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杀出去就能活。宋文昌，宋文昌已死，你们还不速速投降？服了吧？大人之谋略，小人佩服。恭喜大人，汉军之围已起。谋事成玉，心悦诚服，声望加300。郡守大人，江都县传来最新战报。战况如何？哥，这还用问吗？3000打200，怎么守啊？哎呀，不过这群叛军还真是废物，围城半月才打下江都县。废物不是更好啊？传我军令，让驻守城外的5000精兵入城，平定叛军。哥，我不理解，既然你有兵，为何不直接灭了叛军，还让我带着城内的世家弃城而逃啊？蠢！江都城是军事重地，叛军入城那就是林阳守城不利。即便他侥幸得活，我随时可以砍了他脑袋。而我率兵入城平定，在朝廷那是大功一件。林阳被灭，江都城被我全权掌控，一箭双雕啊！哥，高啊哥，你还真是算无一策。林阳这个废物，恐怕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个替死鬼。大人，江都城并未失守啊，林阳守住了。什么？传的什么狗屁战报？200打3000怎么赢？你可知谎报军情可是死罪？大人，您就算给我10条命，我也不敢谎报军情啊！好，那你说说，林阳怎么守住的？说不出来，今天我弄死你！二位大人，冷静啊！二位大人稍安勿躁。你是何人呢？我曾在林阳手下任职，是他的主簿，没想到遭到他的排挤，所以特意来投奔二位，祝二位铲除林阳啊！我凭什么信？这是江都县的城防图，请过目。有了这城防图，攻破江都城如探囊取物啊！哥，那还等什么？赶紧发兵啊！二位大人且慢，小人有一个兵不血刃就能拿下江都城的法子，能守得住城，但是未必能治理好城啊。说来听听。张员外，您现在带着江都县的世家大族回城，立刻哄抬粮价，直到老百姓买不起为止。切，什么狗屁谋略！老百姓买不起粮，我从谁身上榨油水？继续说。江都城外的良田呢，都被叛兵给捣毁了。那么现在，除了县衙有粮，也就是你们手上有粮了。此时只要哄抬粮价，高到老百姓都买不起。到那时候，老百姓只能是等着县衙放粮。可县衙粮食放完之后啊，林阳只能是从你们手里面高价买粮了。你的意思是把林阳给耗死？郡守大人，您真是聪明啊，一点就透。二弟你即刻赶往江都城，一切按……我叫王文贤，一切按王文贤说的去做，去吧。林阳，你守住了又如何？我照样有法子把你弄死。主公，在您白粥榨菜、泡面肉肠的攻势之下，
仅仅半个月，江都县已经修缮的完好如初，2700余名俘虏也已经彻底臣服，宣誓效忠。唉，果然，谁能让他们吃饱饭，他们就忠于谁。主公，您这样放粮，臣担心会有所反噬。你是担心我没粮吧？主公，既然您让我主理政务，那就必须得让我知道，咱们江都县还有多少存粮。我的存粮够3万大军吃喝10年。什么？3万大军吃喝10年？这很多吗？这我都少说了。要是让你知道我有系统做靠山，粮草无穷无尽，你不得疯了？主公，您可知何为精兵？战乱之年，兵强马壮，只要能吃饱的都是精兵。如今咱们江都县存粮充裕，只要能够组建3万大军，那么您的手里都是精兵。那照这么说，别说3万，只要人够多，30万、300万精兵我也能有啊！好，立刻给我征兵！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城中的粮价翻了天，一担糙米竟然卖到了300钱。什么？究竟是何人敢把米价给我炒到300钱？这是不想让老百姓活呀！是之前弃城而逃的世家大族吗？领头的是张家的张超。主公，这张超是与你有仇吗？这分明就是冲着您来的呀！张超不是郡守张宏的胞弟吗？之前张宏跟我讨要过江都县的管辖权，不过我没给。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了。这郡守张宏就是想要以江都县为基，图谋天下，而您则成了他的绊脚石。之前的叛军恐怕也是他的手笔，想要借刀杀人，等叛军破城之后再平息叛乱。不对，这张宏兄弟2人没有这个脑子，他们背后定有谋士。青娘，王文贤自叛军之围后，是不是下落不明？没错。难道说张超兄弟2人背后的谋士竟然是王文贤？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。哎呀，这个臭虫怎么那么难缠啊！主公，程某有一计，可以驱虎吞狼，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哦，程先生有何妙计？快快讲来。哦，我听说这县太爷征兵，军营里顿顿都有白粥榨菜，偶尔还有肉肠吃呢。就咱们笨手笨脚的，投军也没人要啊，还是老老实实买粮吧。昨日粮食300钱一担，我砸光卖铁才凑了1担的钱。这是300钱，先卖我，卖我也要我。这700钱，你怎么不去抢？粮食就这价，没钱，没钱去死啊！你们张家就是这样做生意的，合起伙来坑骗百姓吗？这是啊！我告诉你，米价还会涨价，你们今天不买，明天你们更买不起。乡亲们，这张家为富不仁，咱们砸了他的民铺，抢粮食，敢在我们张家闹事儿，找死啊！老乡。他们是世家，我们惹不起，咱俩先凑一凑，先买1担回去吃吧。啊，伙计，给我们来1担吧。不好意思，现在又涨价了，1000钱。你这米是金子做的，买不起就滚，哪儿那么多废话？求求你了。我家老母还等着糙米下锅呢，700钱我也愿意买，跪下也没用，1000钱少1分我都不卖。你们为富不仁，鱼肉百姓，林县令是不会放过你的。卖米了！卖米！卖米了！卖米了！
是林老爷的侍女。林老爷卖米了。青鸟小姐，这米怎么卖？便宜的，2000钱一担。啊！2000钱？你怎么卖的比张家还贵啊？瞧见没有？县衙的价是我们张家的2倍。亏我觉得县太爷还是个好人，原来你们都是一伙的，合起伙来一肉百姓。啊，别胡说八道啊！我卖的可是粒粒饱满的精米，这市场价至少3000钱一担。还真是精米。不过这精米有什么用啊？我们要的是吃饱，而不是吃好啊。就是，就算你那米是市场价最低的，我们没钱买，不还是挨饿吗？是啊。青鸟，你拿着这些精米给我去张家米铺卖。老爷，乡亲们连糙米都吃不起了，哪有钱买这些精米啊？谁跟你说我是卖给老百姓的？啊，这米本就不是卖给你们的，想要吃饱，可去城外是有粥铺，每人每天可领1碗。青鸟小姐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县太爷亲口下令的，还能有假？感谢县太爷，县太爷真是好官呐！故弄玄虚。是啊。哎，老爷，你看，正说着，这人就来了。来，给2位老爷说说，林阳最近有什么动作？有什么动作？被逼无奈，放粮呗。张公子这招釜底抽薪，吃死他林阳！敢跟张公子作对，那林阳就是找死。来说一说林阳最近的丑态。老爷，林阳没有放粮，反而还高价卖粮，2000钱一担呢。什么？2000钱一担？这林阳疯了不成？我见过贪的，还没见过这么贪的。传令下去，粮食提到5000一担。张公子，不能再涨了，这再涨就要民变了呀。是啊，民变是他林阳的事，与你我何干？老爷，林阳卖的是精米。什么？2000一担，还是精米？精米市场价3000钱一担，他林阳竟卖2000，这买下来，再转手卖出去，可净赚1000钱呀！张公子，你说这精米，我们还收不收啊？收，有多少收多少。主公，你为何不听我的，反而去卖什么精米？老百姓哪有什么钱买精米？您这样比价，不就助长了张超的气焰，让百姓们无米可买吗？仲德呀，不是你的计划不行，而是太过阴毒，有损我们名声啊！主公，只要您担一下这罪名，江都县的世家就能被一网打尽啊！还真是损阴德不损仲德，为苦百姓，骂名我来的，你倒是没什么。放心，我的办法准没错。主公，不是我不信你，只是我相信您这精米卖不出去。那你敢不敢打赌？敢。如果您这精米能卖出去，我以后什么都听您的。但是如果卖不出去，从今往后，主公，您都得听我的。好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老爷，老爷，好消息，精米全都卖出去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老百姓怎么可能有钱买精米？程先生，不是老百姓们买的，是那些世家大族们买的。世家大族？主公，您从一开始就盯上了那些世家的钱包。没错，那些世家平日里鱼肉百姓也就算了，他们趁着江都县被围的时候，自己早早的卷铺盖走人。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。可是主公，您低于市场价1000钱的价格卖给他们，转手那些世家就能够高价卖出去。您这样不白白给他们送钱吗？ No no no。 什么呢？安逸话，非也的意思。他们不是想倒卖精米吗？那也要能卖得出去才行。青鸟，在。
传我的命令，即日起封城，一只苍蝇都别让它飞出。是。张超不是要倒卖精米吗？我现在看他怎么卖得出去。是啊是啊。老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花光了府里所有的银两，一共买了3万担精米。3万担，也就是3万两白银呐。张公子，还是您厉害。林阳这小子，他根本就不是您的对手。哎，王家主，你也不差呀，倾尽家产买了2万担，那也是1万两白银呀。我家产不多，倾尽全力，也只是买了1万担而已。这如此说来，林阳此番给咱们送了足足有6万两白银。这林阳还真是个送财童子啊！还是张公子您厉害。就是这么涨了几次粮价，这逼得林阳这小子断尾逃生啊！我就说跟着张公子混，一定能赚得盆满钵满。行了行了，这有了粮食，还需尽快运至洛阳，这钱进了兜里才叫踏实。是，老爷，大事不好了！谢老爷下令封城，咱们运粮的队伍被拦在城里，出不去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，咱家运粮的车强行闯卡，被守城将士们扣下了。什么？那我的粮食呢？全被充了公，我拼尽全力，只保下来这一把，完了，我的万贯家产没了，全没了。林阳封了城，我们的粮食可就运不出去了。张超，当初买精米的计划可是你定的，你一定要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对，这批精米卖不出去，你得赔我们钱。够了，吵吵嚷嚷的成何体统？这林阳虽然是县令，但也不能随意封城。别忘，我哥可是广陵郡守，林阳的顶头上司。那你说，现在该怎么办？走，跟我去县衙逼林阳开城门。大家慢慢来，排好队，每人每天可领1碗白粥。谢谢。谢谢。那些世家大族们一袋糙米就卖1000钱，林大人用金米给咱们熬粥喝，而且还免费。林大人，你真是个好官呐！诸位父老乡亲们，你们放心，只要我林阳在这江都县1天，我就保证不会有人饿死。哎呀，青天大老爷！布施的声望涨得太慢了，有没有什么快速增加声望的办法？滚开！我的粥，我的粥，你们还我粥！哎呀！张超，这里是县衙，还轮不到你在这里嚣张跋扈。少他娘的废话！我问你为什么封城？这城外有叛军围城，这城内又有刺客暗杀，时局动荡。我为了诸位百姓们的安危，所以才封的城。好，算你有理。就算封城，为何阻挠我做生意？天地良心呐！你们把粮食炒成天价，我都没管。我什么时候阻碍你们了？还在狡辩？没有阻挠，为何不让我的运粮车出城？程月，我下令的时候有说过不让运粮车出城吗？主公，是下官怕诸位的粮食被山贼抢夺，所以才下令不让出城的。主公，你不愿意背负骂名，就让我背黑锅呀！少他娘的放屁！老子自己的粮食就算被抢了，也轮不到你们操心。我劝你赶紧开城放人，否则我上报郡守，告你滥用职权，摘了你的乌纱帽。你确定？哎，张公子，要不就算了，这精米在城内一样卖。是啊，咱犯不着伤了和气。林阳，就算你困住我又能如何？你手里的金米都被我们买光了，在城内老子一样卖。谁告诉你我没精米了？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你还有金米？诸位父老乡亲们，从今天开始，粥铺开始售卖精米，1担100钱。
100，老子的米是声望换的，要多少有多少，我玩死你！这么便宜的精米，林大人，您说的是真的？一袋精米真的只要100钱？没错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说100钱，他就100钱。那些世家的米铺，一袋糙米也要卖上千钱。林大人的精米只卖100，真是好官呐！你真是百年难遇的好官呐！百姓感激，声望加10。用2声望换的精米，赚10声望，这简直是一本万利呀！张公子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这林阳故意降低价格扰了市场，这样下去，咱们的精米就卖不出去了。当初买米时，可是花了2000钱一担，要是100钱一担的卖出去，这不是纯亏吗？慌什么？这些精米都是由糙米加工而成，江都县良田被毁，还被咱们买了6万担，这林阳手里还能有多少精米？等到林阳把这些穷鬼的嘴都喂刁了，吃不惯糙米了，就是咱们赚钱的时候。张公子，您真是有远见呐！叛军围城，可是赔了咱们不少钱呀。这次一定要在粮食上狠狠的赚回来。林阳，我承认你是有点能耐，不过你只有1个人，跟我们这些世家加起来根本就没法比。你们这些世家算个鸡毛啊！主公，注意用词。要文雅。跟畜生说话，要什么文雅？你他妈！林阳，你尽可成口舌之力，能等到你手里的金米卖光了，看你拿什么跟我们斗。那估计你得多等一阵了，因为……这么多！像这样的精米，我有5000缸。这怎么可能？江都县耕田被毁，你哪来那么多精米？我江都县亩产丰富，有这么多存粮，很奇怪吗？假的，全都是假的。就算是我等世家联合起来，也没那么多精米。你一个小小的县令，怎么可能有？那你不信，就等着吧。是你们先撑不住，还是我先卖完？乡亲们，卖米嘞！颗颗饱满、粒粒雪白的精米。张公子，若他真有5000缸精米，那真能把我们拖死了。当初为了买精米，我可是赔上了全部身家。张公子，要不还是跟林大人服个软，求他高抬贵手放了咱们吧。让我跟他道歉，绝无可能。林阳，我告诉你，就算我赔得倾家荡产，也绝不可能跟你低头。乡亲们，我觉得100钱还是太贵了。这样吧，一担10钱，不限量。10钱？糙米市价都要30钱。林大人，您这精米卖的比糙米还便宜啊！有了林大人的精米，谁还去米铺买那又贵又难吃的糙米啊？以后我们江都县只认您1位大人。以后天天都有米吃了。就认他了。百姓臣服，声望加20。10钱，完了，我王家要亡了呀！林大人，是我们错了，您就大人有大量，放我们一条活路吧。你们跪下没用，得他来。张超，你竟敢得罪林大人，赶紧跪下道歉！区区几万两白银就让我下跪，痴心妄想！诸位啊，本来想给你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，奈何有人他不服管教啊！既然如此，那你们就等着你们的精米发霉吧！这干什么？造反！张超，你公然哄抬良家，和林大人作对，林大人给你一个赎罪的机会，你还不好好珍惜？跪下！你赶紧给林大人磕头道歉呀！你可不可？你可不可？林阳，今日的事我全都记下了，我一定会如实上报给广陵郡守。你的属下王主簿正带着江都县城防图投靠我哥，
等到2万金兵压境，我希望你还能硬气。还有你们2个，一个我都不会放过。哎呀，这倒是件棘手的事情。哼，现在知道怕了。你刚才的嚣张劲儿呢？现在给我跪下磕头，磕到昏厥为止。我可以考虑留你个全尸。哈。我这个人收买人心，总共有3招：请客斩首。哼！收下，当狗！曹公明，世子追随大人。宿主正式世家，声望加3000，恭喜宿主，店铺升级。郡守，大事不好！您弟弟他……我弟弟怎么了？他被那个狗县令林阳给杀了。什么？那林阳嚣张至极，他当着江都县所有百姓的面说，他弟弟张超是被我杀的。林阳狗贼，敢害我弟性命，我要杀了你！传我令下去，全军出击，目标江都县，为我弟报仇。是。哎，站住！大人，这个仇不能报啊！王文贤，我弟因你的计谋而死，这仇不能报，让我弟白死吗？将军冷静一下，属下有个兵不血刃就可以铲除林阳的办法。你上次也是这么说，结果害死了我弟弟。大人放心，此计不成，属下愿意以命相抵。哼！你的计谋最好有用，否则我连你一起死。大人，你看，现在广陵郡冒出了很多疫病，很多村落呢都已经沦陷了。不如……你的意思是，把疫病引入江都县，让林阳想办法去治理瘟疫？这个疫病啊，可不比饥荒或者是战争，极为难治。如果处理不好的话，便是重大失职啊！到时候百姓为疫情所困，我就可以上报朝廷，弹劾林阳。不愧是郡守大人，脑子转的就是快。不对，万一林阳真的有办法治理瘟疫，我不是又白白送他一个大功劳啊！大人放心，这个瘟疫啊，诡谲得很，全天下只有名医王淼可以医治。等到江都县疫病四起，林阳无计可施之际，大人您便去请钦差视察，到时候顺便让名医王淼以您的名义来治病救人。如此一来，不仅可以顺利的铲除林阳，您还能在钦差大人面前立下一功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计谋是好计谋，可关键就是这个王淼，他云游四野，我去哪儿找他呀？请名医王淼入府。曹明王淼见过大人。好你个王文贤呐，你早有准备了。谋事在人，属下也得走一步看3步。王淼，你可愿意替我办事啊？能为郡守办事，那是草民的荣幸。好，这里是黄金50两，事成之后还有50两。大人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林阳，咱们这次新仇旧恨一起算。系统，感冒药500声望，立刻给我兑换。在这古代，小小的风寒都能要人性命。我有这感冒药在手，那不就是降维打击吗？主公，目前城中响应征兵者已有3000，江都县守军已有1万。程玉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没事儿，可能最近事务繁忙，熬夜过多。哎呀，程玉啊，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嘛，你要多注意休息啊。哎，程玉，程玉，醒醒！程玉，王玉身形为何如此瘦小？
青鸟，快去叫大夫。是。老爷，医官到了。大夫，你赶紧给程昱看看，他到底什么情况？是，大人。回大人，军师是感染了风寒，所以才会虚弱病倒。原来是感冒啊！那你赶紧给程昱开药方，我让青鸟先去抓药。大人，恕卑职无能。军师感染的风寒是最近流行的疫病，目前无药可解，我实在是无能为力啊。疫病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回老爷，之前这疫病是在广陵郡的周边爆发的，最近才流传到咱们这儿。本来程先生是要跟您汇报这件事的，没想到他居然已经中招了。那江都县的疫病怎么样了？现在全城4万余百姓，已经有1半感染疫病。大人，我劝您还是早早启程避难吧。这疫病不比叛军，若无药可治，这江都县恐怕很快就会变成一座死城了。我拿现代的药治古代的病，那不是降维打击吗？你们不用担心，这病我有药能治。大人，您难道有学医的经验？没有啊。那大人，您的药是哪位名医传给您的秘方？不是，这药是我自己研究的。大人，这疫病诡谲的很呐，连我行医10余年都束手无策。您没有过学医的经验，那您这药怎会见得会有效啊？我虽然没有行过医，但我这药保证药到病除。老爷，您有这吹牛的功夫，还不如想想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够医治军师呢。我跟你们说了，我这药啊，程昱喝下去，保证药到病除。哎，不行！大人且慢。大人，卑职毕竟学医多年，对各种药物也算是熟悉。您说这药能治病，卑职愿以身试药，看看此药到底有没有效。军师已是病体，若再喝下假药，我怕病情会加重。程昱对我很重要，我难道会害他吗？老爷，您若是不把这药给医官鉴别，我不能让您给程先生喂药。你们信不过我是不是？好，那你就尝尝这药，看看这药到底是真是假。这是……难道大人的药真的有用？大人，您这分明就是甜水，这哪里是药啊？胡说八道，我这怎么可能是糖水呢？大人若不信，您让青鸟小姐尝尝，看看是不是甜水。这药，老爷，你果然是在吹牛，哪有药汤是甜的？哎，我就不信了。坏了，药商为了防止小孩嫌苦不喝，所以在里面放了糖，所以青鸟和医官才会把药汤当成甜水。俗话说得好，良药苦口利于病啊！您的药这么甜，怎么可能会有效果？够了，你是老爷还是我是老爷？我说这药能治，他就能治，赶紧给我让开！先让开！慢着，这要出事了，我可管不了啊！这是易容术。那个程昱刚喝下药，你们就退下吧。是，我倒要看看面具之下到底是谁。程昱竟然是女人。程昱为何要隐瞒身份？他究竟有什么难言之隐？
程玉是女子，我不能乘人之危，还是让青鸟来吧。别走。好了。看来药效发作了。完了完了，我的身份暴露了！不行，江都县不能待了，我得赶紧走。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主公，我现在该叫你程先生，还是该叫你程姑娘？对不起，主公，是我隐瞒了身份，我已经犯了欺瞒之罪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什么欺瞒之罪啊？哪有那么大的罪过？况且你大病初愈，我又怎么舍得责罚你呢？不过你事先隐瞒，确实该罚。主公，您说，不管什么责罚，我都承担。那就罚你告诉我，为什么女扮男装？哎呀，你放心，不管是因为什么，主公我都会保护你的。主公，现在还不是时候，等到了时候，我会告诉你的。好吧，你既然有难言之隐，那我也不强迫你。不过你女子的身份已经暴露了，从今往后你就只能穿女装示人了。可是军中的那些人见我是女儿身，会不会……谁敢有微词，我严惩不贷。谢谢主公。不用谢我，这身边全是一些男人，看着实在伤眼。不过现在啊，有了你这个女人，确实养眼了一点。老爷，程先生好点了。老爷，你太过分了！程先生病重，你居然还在他的病房里玩弄女人！哎呀，什么玩弄女人啊！你们都误会了，这位姑娘就是程玉。主公说的没错，我就是程玉。大人您看，这就是江都县，曾经是江陵郡最富庶的一个县，如今就搞成了这个样子。这一切呀，都是因为县令林阳管理不当，才造成了江都县百姓民不聊生啊。殿下派我来视察江都县如何，我自有分辨，不用你说。那个林阳是好是坏，亲自看了才知道。是，大人说的对。救我呀！这是……好像是医官在施药啊。那走吧，我们过去看看。神医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！我家就我一个男丁，我不能倒下呀。哎呀，放心。喝了我这副药，管你药到病除。真的吗？神医，这要多少钱？医者仁心，治病救人便是大功绩，不要钱。不要钱，我没听不要钱。感谢神医，感谢神医。不用急着谢我，把药喝了，管用了再谢也不迟。这医生可真是个大好人啊！
会有效果。不渴了。竟然真的好了！鼻子也不流血了，我好了，我好了，有救了！感谢神医，免费救人，真是个好医生。哎呀，我在广陵郡行医无数，还是第一次见到疾病如此严重的县。也不知道你们的县令是干什么吃的，治理无方，害你们染病受罪。若不是我今天赶到，你们就受苦了。是啊，感谢神医，感谢，感谢。下一个，这个羚羊玩忽职守，不配做官。走，跟我去县衙，我亲自给他治罪。请。羚羊，这次你死定了。谁说羚羊不管百姓？这不再是药吗？这王苗怎么搞？大人，求您可怜可怜我，给我服药吧。可以啊，不过我这个是神药，保证药到病除，你得花钱。多少钱？10钱。哎，我这药在这里喝了才行。我喝。简直就是岂有此理！百姓感染疫症，痛苦难忍。羚羊身为附魔官，还趁机敛财，简直就是在吸血。羚羊啊，羚羊，你还真是会作死！我正愁没办法整你，没想到你自己把刀递到我手上。是啊，大人，他不光借机敛财，还让百姓喝完他的药才走。这分明就是不想让百姓拿了他的药做鉴定，间接说明什么？他卖的就是假药啊！没错，你说的很有道理。我为官以来，各种各样的奸臣我见过不少，如此没有人性的还是头一个。今天我一定要亲自法办的他。朝廷钦差在此，还不快快迎驾啊！原来是钦差大人。钦差大人，你怎么来我这个小小的县城视察了呀？羚羊，治理无方，鱼肉百姓，我代表殿下，今天我要法办了你。来人呐，把羚羊这个狗官给我拿下，押入大牢。钦差大人，您搞错了，我主公他不是狗官啊！我不想听你解释，这一路走来，我亲眼所见，羚羊就是狗官。好啊，好啊，曹大人真是名镜高悬呐！如今羚羊被擒，咱江都县的百姓们终于可以喘口气了。张华，原来是你在背后搞的鬼！哎，你可不要冤枉好人啊！这一路走来，我一句话都没说，都是曹大人亲眼所见的真相啊！无需跟他们废话，把羚羊给我押下去，我择日问斩。主公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大人，林县令是江都县百年难遇的好官，求大人放了林县令吧。如果要砍林县令的头，那就把我们都抓起来杀了吧。你们是不是被羚羊威胁才替他说话的？你们有什么冤屈可以跟我说，你们不会有事的。曹大人，我们说的都是实话，林大人是好官。你说他是好官，他为什么施药还问你们要钱？大人的药一剂下去，药到病除，如此神药才要我们10钱。我想问问，这药贵吗？大人，如果你不相信我们，那老百姓们你可以相信吧？对啊。这一疫病只有王淼能解，羚羊卖的肯定是假药。我不如趁机在全县百姓面前举行比药大会，让羚羊彻底失去民心。曹大人，百姓愚昧，被羚羊骗得深。我提议
当着全县百姓的面举行一场试药大会，让王淼和林阳比一比，看看究竟谁的药是真药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。乡亲们，今日在这里举办比药大会，目的就是让大家直观的看到神医王淼和县令林阳谁的药有用。为了保证比赛的公平公正，现有朝廷御史钦差曹大人坐镇，不会弄虚作假啊！好了，比试开始。我这副药取荆芥、防风、茯苓、川穹、甘草、水煎熬制而成，可发汗解表，祛湿散风。林阳，你的药方是什么？我这个药啊，它呈颗粒状，用热水冲服，搅拌均匀便可服用。若是症状严重些，可再开一担，一起冲服。搅拌均匀。林阳啊，你现在骗人连演都不演了吗？药方都没有，还敢说是药？谁跟你说我没药方的？我是不想说出来，怕被你们偷学了，所以我才保密的。笑话！王淼是名医，出身医学世家，看得上你的药方啊？我看你就是没有，不敢说，还狡辩说什么怕偷药方。这药管不管用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少废话，试药吧。故弄玄虚，接下来我看你还怎么装。感觉如何？感觉舒服点了，也不咳嗽了，就是还是有点不通气儿。这世上哪有一副药就见效的？多吃几副，自然就好了。该你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感觉这药甜滋滋的，还挺好喝。林阳啊，林阳，你真是蠢到家了！知道你没有风寒药，你好歹煎锅汤药来糊弄一下呀！欺负曹大人和全县百姓都是傻子吗？我这个是神药，怎么能是你们这种俗药能比的呢？我这神药甜着点怎么了？狗屁的神药！林阳，我看你是一点药理都不懂。这药材在熬煮的过程中会释放清热解毒的药力，多种药材的药力杂糅在一起，才会让汤药变苦。这正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。我行医这么多年，还没听说过良药甜口的。我主公的药虽甜，但却一剂见效，我便是活生生的证明。你闭嘴吧！你跟他是一根绳上的蚂蚱，自然向着他说话。王淼是神医，我不听他的，我听你的吧。够了，林阳，我原本还对你有一丝的期待，你拿一糖水来哄骗百姓，鱼肉乡民，欺压百姓。今天我代表殿下将你就地正法，来人，将林阳这个狗官押下去，50时问斩。我看你们谁敢动我家老爷！曹大人，我家主公真的不是狗官啊！起效了，起效了呀！喝了林大人的药，我鼻子通气儿了，感觉也有精神了。退下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林阳的药有效了？是的，大人，喝了林大人的药，我感觉暖身子，鼻子也通气儿了，我浑身也有劲儿了。难道是我误判？林阳的药真的有效？曹大人，你不要被他骗了，他一定是林阳找的托，合起伙来骗人的。大人，冤枉啊！我就是一个本本分分的老农，可不敢骗钦差大臣的。大胆刁民，还敢狡辩！来人呐，拉下去重打50大板！这药管不管用，
找个大夫来把把脉不就知道了？我倒要看看是你的药管用，还是我的药管用。来呀，我怕你啊！诸位大人，我看就不必了吧。这汤药药效本来就慢，刚喝下去就号脉，分辨不出什么来。不，一定要号脉。既然林阳主动找死，我就给他这个机会。大夫呢？赶紧上来诊脉呀！这次比试，我特意从京城请来了御医。孙大人，请吧。参见曹大人。孙大人乃御医之首，医术通玄，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差别，都逃不过孙大人的法眼。林阳，你承认作假，尚且有回旋的余地。待会儿孙大人上了手，你就是必死无疑。我身正不怕影子斜，倒是某些人怕不怕，我就不知道了。还是担心你自己吧。孙大人，查。你二人谁先来？我先来。找死！孙大人，可查出什么问题？晋升，我要打入我号脉。主公，孙大人的眉头紧皱，怕是有什么不妥，不会有事吧？不必担心，只是我这神药给了太医一点小小的震撼。还震撼呢？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了，你的假药吃坏百姓了，孙大人都感到棘手了。哼！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成哑巴。哎呀，趁现在还有机会，赶紧给我下跪磕头！我跟曹大人求情，给你留个全尸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你还是好好想想，接下来该怎么活命吧。死到临头还嘴硬啊！孙大人，情况如何？莫急，待我好完王淼的病患，再说也不迟。孙大人，我的就没有必要查了吧？不是沈林阳吗？闪开！查，让孙大人查，不查怎么知道林阳作假呀？看见了吗？孙大人面色松弛，这很明显就是对王淼的用药十分满意呀。林阳啊，高下立判，还有什么可狡辩的呀？这孙大人都还没有说话，你在这里上蹿下跳干嘛？赶人投胎啊？我说你，够了，吵吵闹闹成何体统？曹大人，我已查明，林阳的药不仅有效，而且药效强劲，立竿见影，而且改善了患者的体质，实乃神药。那王淼的呢？王淼的药治标不治本，完全是在干耗患者的本源，一旦停药，病情反扑，百姓必死无疑。王淼哪里是在救人，分明是在害人。没想到林阳的甜水才是真药，名医王淼的却是假药。张红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说让谁死来着？我怎么听不到呀？这不可能啊！这不可能啊！林阳从未学过医，他怎么可能拿出治病神药呢？王淼，你个废物，你敢骗我！当初你找我的时候，也没说林阳能研制出救人的神药啊！说什么？哦，听你们这话，怕是有蹊跷啊！不要血口喷人啊！我根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哎呀，这说来也奇怪呀，
这王淼刚来我县巡医，便找到了你和曹大人。曹大人，敢问这世界上会有如此巧合的事情吗？王淼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你散布假药，坑害百姓，你是重罪。你若不老实交代，我赐你凌迟之刑。不是，大人明鉴，我都是被张红胁迫的。他逼我陪他们演戏，为的就是坑害林县令。我是冤枉的，大人。王淼，你这个畜生，我宰了你！好你个张红，蒙骗钦差，残害同僚，原来你才是那个鱼肉乡里的狗官！把张红给我押下去，太师口问斩！曹大人，我知道错了，您饶我一命。你应该求的人不是我。林阳，林老爹，你杀我弟弟的事儿我就不追究了。你放了我啊！你弟弟恶意抬高粮价，残害百姓，我杀他是他咎由自取，你还想追究？你说的对，我弟咎由自取，他该死。你饶我一命，我张家一定百倍奉还。徐州张家很牛逼吗？张家是徐州全市最大的世家，势力遍布士农工商各界，是当之无愧的地头蛇。土皇帝广陵郡在徐州之下，即便是我也要顾及张家的面子。主公，张红杀不得。我是张家长子，只要你放了我，张家不会亏待你的。你都把张家搬出来了，我确实该给你个面子。这货，等我渡过这关，回去就调遣2万大军吞了你这江东县。林阳，你单枪匹马还妄想跟世家大族斗，找死！本来想将你五马分尸，不过现在不用了，给你留个全尸。宰了。来人！林阳，你不能杀我！我爹是张家家主，你不能杀我！林阳，我知道你是被冤枉的，正在气头上，可人在仕途，万不可意气用事啊！主公，杀了这张虎，百害而无一利，您三思啊！我三思个屁！他屡次三番算计，害我身处险境。若非我本事通天，我他妈现在就死了。搬出个世家就想让我放过我，做梦呢！杀！把他给我拖出去，宰了，五马分尸，凌迟处死。要是杀了我，张家会疯狂报复，到时王姨身边所有人都得死。这就不劳烦你费心了。我现在就告诉你，宰了你之后，我接下来处理的就是你所仰仗的徐州张家。加下去！我呸！张家不会放过你的！大人，张红已被斩。好，传令下去，将张红的尸首给我送到徐州张家去，并告诉他们，杀人者林阳也。他们要是想报复，让他们过来找我。是。杀得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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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民除害，震慑霄汉，声望加5000，恭喜宿主系统升级，解锁新功能。现在的系统商店都能让我立于不败之地了，新功能那不得让我起飞啊！林阳，你不该意气用事，杀了张红，还去挑衅张家。我倒觉得林阳小友一身好胆色，不为权势，刚正不阿。若我大前官员人人都如林阳一般，又岂会沦落到如今叛军四起的局面？孙大人，你再夸赞林阳又如何？再如何夸赞，那也是虚的。林阳需要面对危险，那是实打实的。
曹大人所言极是，羚羊小友，你要小心啊！说这么多，合着半点忙帮不上。我知二位大人替我担忧，不过放心，这天底下能伤我羚羊的人，他还没有出生。年少轻狂是好事，但过刚易折呀。曹大人，你我言尽于此，还是赶紧办正事吧。来人！现如今张宏已死，广陵郡不能一日无主。羚羊治民有功，我代表朝廷提拔你为广陵郡守。这是广陵郡守的手印和兵符，你以后就是广陵郡守。这广陵郡府的2万精兵，以后就由你来调遣了。多谢二位大人，林某定不负所望。羚羊，我2人有公务在身，就不在此久留了。青鸟程玉，快送二位大人。是。两位大人，请。哎呀，不错不错，这下我就有3万精兵了。终于有时间查看系统了，我倒要看看系统新功能到底是什么。系统，暖宝宝2000声望。暖宝宝，嘿，这系统还真是懂事啊，知道马上入冬了，给我刷新出来个暖宝宝。兑换。哎呀，这古代的百姓取暖的办法只有棉衣，我有了这个暖宝宝，那不是降维打击吗？只可惜这个暖宝宝要2000声望值才能兑换，哎呀，太贵了呀，这没办法大批量出售啊，不然我卖这暖宝宝都能大赚一笔啊。系统，新功能是什么？系统更新领地满意度，通过本满意度可以查看居民满意度。当领地满意度达到100%，宿主不仅每天可以收取居民数等额的声望值，还可以解锁新的领地。6万！哇！那照这么说，我每天都能领取6万声望值。哎呀，真是瞌睡来了给我送枕头。这下我终于不愁没有声望值兑换暖宝宝了。不对呀，满意度能升就能降，那要是满意度降为0怎么办？当满意度归0时，宿主将彻底失去该地区的管辖权，并且满额满意的城镇也将会开始下降，直至全部城镇全部都归0。照这么说，我得不断的开疆扩土，吞并城郡，这样才能保住已有的城镇。系统，要是我将大前所有城镇的满意度都刷满，会怎么样？当大前境内全部领地的满意度达到满格时，宿主便可黄袍加身，一统天下。那我不得争一下这天下呀！老爷饮酒。我要你喂我喝。对，我要高山流水。程老爷，您真是好雅兴啊，小人佩服。你就是我儿张宏举荐的门客吧？正是在下。好，
红儿说你能谋算通天，留下来给我出谋划策吧。哎呀，谢张老爷。老爷，江都县县令林阳给您送了份礼物。怎么林阳竟然没死？郡守张宏难道失败了？江都县令，没听说过呀？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要巴结我张家呀？把他赶走！老爷，送礼的人说这份礼物十分珍贵，天下独一份，您一定想看。这么大的口气啊，倒是引起了我的兴趣。拿进来看看。打开。什么东西？我的儿！狗胆冒险，究竟是什么人敢杀我儿张宏？是江都县县令林阳。把送礼的人抓起来，我要让他陪葬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抓人呐！是。老爷，人跑了，没抓住。没抓到人，那你也别活了，把他拉下去，给我儿陪葬。老爷，王文贤，王文贤，老爷您吩咐。林阳杀了我儿，定然已经夺走了广陵郡郡守之位，我儿不能白死。你现在想个办法，要让林阳死无葬身之地。出来，你也别活了。老爷，现在是不是快入冬了？有办法了，只要将广陵郡的棉花价格上涨10倍即可。王先生，这样做百姓们会被冻死的，您就不怕激起民愤，导致民变吗？我要的就是民变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让林阳被百姓们轰下郡守之位，失去一切。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，民变可是会要人命。伙计，给我来件棉衣，要最便宜的就行。棉衣100两一件。多少？100两？王这不是20两吗？你这是要抢钱呀！没办法，广陵郡到处是干旱，收成少，棉花都成了天价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干旱呢？这是想让咱们冻死呀！我都不知道啊，我就知道以前张宏张大人做郡守的时候，广陵郡风调雨顺，福产丰富，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儿。说的是啊，自从这新郡守走马上任以后，这广陵郡灾祸不断呀。都说一方郡守是百姓的父母官，可这父母官搞得天怒人怨，天灾人祸不断的，可怎么活呀？是啊，你们少胡说八道！我家老爷治理江都县的时候，老百姓们日子过得可好了。你是谁呀？我是现任广陵郡郡守林阳林大人的贴身侍卫青鸟。好呀，我说林阳怎么搞得天怒人怨的？瞧瞧，这贴身侍卫竟然是个女人，一看就知道，这林阳淫迷成性，狗官一个。你少胡说！我家大人清正廉洁，一心为民，连钦差大人都夸赞的。林阳要真是好官，为什么会有天灾啊？都是因为你家老爷，所以害得我们没法过冬。打他！你们等着，我回去告诉我家老爷。青鸟姑娘，您这是去哪儿了？怎么搞得乱糟糟的？别提了，刚才菜市口的老百姓们在骂老爷是狗官，我气不过，回怼了2句，就被他们打出来了。
不应该啊！自从主公上任之后，风调雨顺，百姓安居乐业，怎么会骂主公呢？还不是因为现在广陵郡在闹旱灾，导致了柳絮、木棉和稻草的紧缺，老百姓们需要用这些填充衣物来保暖。可是现在光柳絮就涨到300钱1斤了，稻草跟木棉更是天价，老百姓们都快要过不起冬了。那这也是天灾，关主公什么事儿啊？就是那卖物资的店铺伙计带节奏，说是因为老爷上任，所以引发了天怒，这才让老百姓过不起冬的。这不是纯属造谣污蔑吗？这经商名册上显示，卖过冬物资的店铺是徐州张家。原来是张家在背后搞鬼。张家这招确实是狠毒，目的就是为了激起民怒，害死老爷呀！不行，事态严重，我得去马上通知主公。走。哎呀，热死了！什么鬼天气，热死人了！小青鸟啊，去外面给老爷端盆凉水，降降温。老爷，你没发烧啊？怎么净说胡话？这么冷的天，你怎么还觉得热呀？你就不盼着老爷过得好点吗？主公，这也不能怪人家青鸟，是你行为异常，还满头大汗，我们呀还以为您生病了呢。嘿嘿，那是因为我有这个暖宝宝。老爷，你又在吹牛，什么东西能让你觉得这么热？不信是吧？不信你试试。试试就试试。哎，是真的，好暖和啊，就感觉周围围了一圈小火炉一样。有这么神奇？让我试试。等等，你让我再暖和一会儿。哎，真暖和呀，真想永远都贴着它。越说越夸张了，快让我试试，我倒要看看有没有这么神奇。真的好暖和呀，暖和的我都想睡觉了。你贴的时间也够长了，该轮到我了。你刚贴了那么久，该让我贴会儿了。哎呀，你快点嘛！哎，行了，拉拉扯扯的成何体统啊？每个人都有啊，一人一包。谢谢老爷，谢谢主公。你们两个冷不冷呀？来，拿着。谢老爷，谢老爷。你们回去之后告诉府上的下人，这马上要入冬了，一人一包暖宝宝。谢谢老爷。站住！老爷，您疯了！您这暖宝宝可比寻常棉衣更加暖和，您知道价值多少吗？多少呀？寻常的棉衣便已价值几10两，您这暖宝宝比那皇宫里面王室贵族穿的棉衣更加保暖，保守估计也得价值300两。您就这样免费送给别人了。姑娘们，听到没有？我这暖宝宝可值钱了，可不能免费拿呀！赶紧通知下去，说郡守府售卖暖宝宝，一包100钱，前100名免费。是。声望加20，宿主领地满意度加1%，广陵郡总体满意度17%。虽说这声望加的不多，但这满意度加的还挺多的，真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呀！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？这价值300两的暖宝宝，您就100钱把它卖出去了？我在回来路上都听说了，徐州张家故意抬高过冬物资的价格，还往我身上泼脏水。老百姓正愁着怎么过冬呢，我要是不把这暖宝宝的价格开低一点，他们不得冻死啊？
哎呀，那什么那呀？听我的，准没错。这暖宝宝本来就是声望兑换的，每天江都县还能给我6万声望，声望多到根本用不完，根本就是零成本。我要的是用暖宝宝拉高广陵郡的领地满意度。广陵郡可是有着将近20万人口，这要是拉满了，我每天能有20万的声望值入账。哎，好了，不用劝我了，我意已决，我什么时候做过亏本的买卖？行吧，就按主公您说的做。但是，如果账目出现亏空，必须立即叫停。好，谁像你是老板娘呢？什么老板娘？主公您说什么呢？哎呀，走了，我要给老百姓卖暖宝宝去了。哎，主公，你把话说清楚再走啊！郡守大人，您说您过冬卖的那什么什么宝是100钱，是真的吗？没错，不仅只要100钱，而且前100名还能免费。林大人，你真是我们广陵郡的父母官啊！哎呀，也不知道卖的是不是什么破烂垃圾，哼，说不定啊骗人钱的呢。你终于肯露面了。我现在啊可是徐州张家张老爷的门客，还真是一条好狗啊，到处认主人。说什么呢？快说卖的什么？我卖的这个东西就是暖宝宝。就这小小的一片东西，能比棉衣暖和？骗鬼呢！还敢卖100钱？这和小儿的尿片有什么区别？白给我都不要！哼，还敢拿出来坑人骗钱？这东西是好是坏，试上一试不就知道了。前100名可以免费领取1包暖宝宝，你们谁想试试呀？我想试试。真暖和呀，这比我在家里烧火炕还要暖和。哎，我也要。好，都有。来，有了这暖宝宝，别说一个冬天，我这辈子也不怕冬天了。是啊，林大人，您确定把这么金贵的东西免费送给我们？哎，可不是免费的啊，只有前100名才能免费领取1包暖宝宝，剩下的可要收费，1包100钱。那些柳絮填充的破衣都要3两银子，这么好的暖宝宝只有100钱，林大人真是好官呐！广陵郡领地满意度加15%，总满意度32%。还是这样长得快啊！你买不买？不买别捣乱，我们还要买呢。我还就不信了。我也买一包，到后面排队去。我可是徐州张家的门客，你让我排队？哪怕你主子来了，也要给我去排队，不然我有理由怀疑你在扰乱秩序。哎，排队就排队，哼！哎，到我了。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卖完了。哎，你故意的是不是？我不管啊！今天不管怎样，我必须买一包。哎呀，那就只剩下这一包了。行，我买了。你这不够啊！我身上这片可价值300两。怎么就变300两啊？还带着你的脚气，最多值10钱，你怎么就卖300两了呢？我这片不一样，那是普通的暖宝宝，我这片可是郡守用过的，具有收藏价值。我卖你300两，都便宜你了。行，你不用卖我，我买别人的。大家给我听好了，买了我的暖宝宝，可不准卖给其他人啊！要是让我发现了，我就将他逐出广陵郡，并且没收全部财产。林阳啊，林阳，行，今天我认赔，300两，我买了。啊，我现在反悔了，我现在要1000两了。老爷，老爷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什么东西慌慌张张的呀？老爷，这叫暖宝宝，
贴在身上比小火炉还暖和。你试试啊！哟，这暖宝宝这么保暖，着实不错，起码得卖个10几200银吧。从哪儿弄来？老爷，郡守林阳在府衙门口卖的，100钱一包。嘿嘿，我觉得颇有市场，就把它买回来了。不过他卖给我有点贵，花了1000两白银。多少？1000两白银？你疯了！老爷，这可不能怪我呀，他知道我身份，是故意刁难我。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是个好东西，所以我就把它买回来给您看一下。他这个表面上是针对我，但事实上是针对您呐，他不给你面子呀！够日的林阳，还有这本事，居然能做出此等取暖的物件。若是把它买断，标价100两白银一包，岂不是赚得盆满钵满？哎，你干得不错。嘿嘿，老爷，我那1000两白银，你自己负责。哎，啊，走，随我去府衙一趟。老爷，去府衙干什么呀？我要买断林阳的暖宝宝，从今天往后在广陵郡，只有我张家能卖暖宝宝。主公，这都日上3竿了，你怎么还没有动静？府衙外面的百姓都在等着排队买暖宝宝呢。别急，我等的客人还没来呢。客人？什么客人？老爷，门外有人求见，说是徐州张家家主张成。张成？他来做什么？我等的客人来了，让他们进来。是。主公，您与张家一直不死不休，这张成一看就是不怀好意，你为何还要让他进来？我张家的名声就这么不好吗？林大人，久仰大名，今日终于一见。张红临死之前也没少跟我提起你，我还以为我送你礼物时你会带兵打上来，没想到张家家主如此能沉得住气，果然王八还是老的能归啊。林阳，你别太得意，我早晚收拾你。不过现在让我们放下恩怨来谈生意。我们跟你没什么好谈的。哎，程月，对待客人不能用这种态度。张家主，我们现在开门见山吧。你找我是为了暖宝宝？看来林大人是姜太公钓鱼，早就等着我上钩。对啊，钓的就是你这条大鱼，当然得花点心思。你痛快，我也不藏着掖着，我要暖宝宝生意的买断权。从今往后在广陵郡，只有我张家能卖暖宝宝，而你不行。相应的，我会给你一笔买断费，买你所有的暖宝宝，如何？主公，这张成摆明了是想要坑你，他买断暖宝宝一定会抬高售价，到时候百姓们定会认为是你与张家勾结，久了还是会丧失民心的。我倒是觉得这生意可以做。主公，您糊涂了，他可是张成，恨不得亲手杀了你，你还要与他做生意？哎，送上门的生意怎么不谈啊？主公，我不想让你往火坑里跳啊！我是主公还是你是主公啊？退下，退下！行，你自己往火坑里跳，我不管你了。林大人，你这下人疏于管教，要不要我帮你调教调教？你再敢对程昱多嘴一句，我现在就宰了你。好了，我们继续谈生意吧。你的要求我同意，不过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卖给百姓的售价不得超过50两。卖给百姓多少钱？要看成本高低，出个价吧。1万两。林阳，你是疯了吧？1万两？你到底暖宝宝是金子做的还是银子做的？还要1万两买断费？闭嘴！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1万两白银，就这个数。我现在就草拟契约，签了字就给你银票。别着急嘛，
我说的是1万两黄金。1万两黄金？你是真敢要啊！张家家主，你先听我给你算账。这广陵郡一共有20万百姓，就算一家只有3口，那算下来也有个6、7万户家庭。这暖宝宝1包他卖个50两，这一家就算买1包，算下来也能卖个3万4千两。倘若这一家买2包，这就翻一番，你就能赚上个7万两黄金。再怎么算，你都能白白赚个6万两黄金。等等，这么赚钱，你为什么自己不卖？还不是灾情严重，官府急用钱来赈灾吗？好，1万两黄金，我买到了。听说林大人把暖宝宝的售卖权卖给张家了，府衙门口已经买不到了。果然，这广陵郡啊，张家就是天，林大人也斗不过呀。在林大人那儿只卖100钱，也不知道这张家会卖多贵。什么？100两？我上哪都这么多银子？100两1包暖宝宝，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买得起就买，买不起就滚蛋！整个广陵郡就只有我们张家卖暖宝宝，客源多的是，不许你那3瓜2枣。林大人只卖100钱，你们却卖100两，翻了10万倍呀！我要去府衙给林大人告状，告你们鱼肉百姓不给我们活路。有能耐你就去告啊！我还就明着告诉你了，这暖宝宝的售卖权就是林大人卖给我们张家的，这价格也是林大人同意了的。官商勾结，官商勾结，官商勾结！还以为林大人是什么好官，原来之前卖100钱是给张家打广告的。哪有什么好官？他们都是一丘之貉，根本没把咱们当人看。送暖宝宝啦！免费送的暖宝宝，林大人体恤民情，免费发放暖宝宝啦！哎呀，我把全部身家都投进这暖宝宝生意去，过了这个冬天，我张家就是大钱最大的世家。要不说还是老爷您手段高明，这暖宝宝不仅能赚钱，而且倒逼百姓反了林阳，真是一石二鸟啊！老爷，暖宝宝卖了多少钱了？1包都没卖出去，全拿手里了呀！暖宝宝生意我都买断了，怎么可能卖不出去？老爷，会不会价格定得太高，老百姓买不起啊？百姓们买不起，那些有钱的富商老爷还买不起吗？到底怎么回事？快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什么1包都没卖出去？郡守林阳免费发放暖宝宝，老百姓都去领暖宝宝了，咱们的暖宝宝全砸手里了。狗官林阳坑我！叫人跟我去府衙问罪！狗官林阳，给我滚出来！是哪条狗在这狂吠呢？原来是你啊！怎么，暖宝宝的生意好做吗？我做你妈！林阳故意设陷阱害我，20年的家庭全投进暖宝宝生意里面去了，害我倾家荡产！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！你他妈狗叫什么？这暖宝宝的生意也是你找我谈的，这定价50两也是我定的，你他妈自己急于求成开了分铺，还都定价100两。老爷，这1万两黄金不能白白就花了呀！今天我就砸了你的聚首府！张成、王文贤意图谋反，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押入大牢，明日问斩。林阳，你个狗官，谅我不会放过你的！罪人王文贤、张成鱼肉百姓，意图谋反，数次加害本官未遂，十恶不赦，今日斩首示众，以儆效尤。王文贤，可还有什么遗言？砍头不过碗大疤，林阳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天下的世家本就一体，杀了我张家，还有王家、李家，世家你是杀不完的！行行，杀得好！恭喜宿主，广陵郡的满意度已达100%，您可以领取今日的20万声望值了。一句已定，接下来
就该图谋天下了。主公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当今大前，皇帝幼小，丞相乱政，臣等愿奉主公为天子。参见陛下！陛下万岁！你们真是害苦了朕呐！